有比賽㗎啦，開始。咁所以咧，今日都跑唔到太多，今日都係跑咗8個1K。返到屋企第一時間就係坐低睇住 YouTube 同埋照燈。初初咧，我以為呢塊發光板咧都係平時我哋普通嘅熱敷啦，點知原來佢係香港第一個做脈衝紅光嘅品牌啊！依家用緊個波段咧係810至850個 nanometer， 專攻深層肌肉嘅，跑得太勁咁有某程度上嘅肌肉撕裂啦。照完之後咧，第二朝起身真係冇咁酸痛。佢有唔同嘅波段啊、光度啊，自己都可以調節啦。想照頸又得，照關節又得，照全身都得。另外，我每晚都會用佢呢個睡眠放鬆功能，有效刺激我哋身體嘅褪黑素啦，咁令到我哋瞓得好啲。第二朝的確精神好多。最重要嘅係呢部 MacGo LED 係獲得美國 FDA 醫療認證，令我可以安心使用。恢復得好，瞓醒又可以繼續打拼。